咁我哋就可以參考下呢個 CBS 嘅報導，就係話如果突然急需超過1000美金嘅時候咧，大部分美國人都係攞唔出呢個錢嘅。咁所以一旦有意外發生嘅話，好多人就只能夠借錢，而呢個就形成所謂借貸文化啊嘛。咁但係當我哋將呢樣嘢放喺國家層面嘅時候咧，情況都係類似嘅，因為美國嘅負債都係天文數字。咁呢個我哋就可以睇下美國嘅貿易總額啦，就係話從70年代開始，美國嘅出口一直都係低於進口嘅，而呢個就表示佢哋嘅生產長期低於消費。咁有啲人就會將呢個同羅馬帝國比較，因為當時嘅羅馬就係不斷從海外吸收財富，而當統治階級嘅收入都係來自海外嘅時候，佢哋就唔再需要將羅馬人民放喺眼內。咁呢個就完全摧毀咗羅馬人引以為傲嘅公民價值啦。